后来，这个川普的对顶关税扰乱股市，今仔日的台北股市继续落。虽然开盘后无偌久，这落盘开始来收煞，但是到盘中又搁大落点。台积电有守住800块的红线，也毋过其他像这个鸿海也是盘停。今仔日的台北股市最后是落772点，落破到19000点的大关，以18459点来收盘。台股经过昨昏大败了，加上听讲关税将暂停90天实施，不过北京方面讲这是假消息了后，台股是空欢喜。今日开盘同款无精神，指数败167.88点，以19064.47点开出，盘中也败超过900点。相较于前一天，很多人想卖股票卖不掉，今天的成交量是大幅的回升了起来，而且全指股的部分，像是最典型的护国神山台积电，今天也是出现了开低走高的状况。在开盘的时候呢，一度是掼破了800元，失守800元防线，最低来到了797元。不过你可以看到之后马上开始回升，所以呢，相较于前一天，台积电是开盘即收盘，马上直接跌停锁死到底。今天是很明显的出现了这个回升的动作。台积电开盘的价797块，落51块，捌回升到843，后来嘛是搁落价，联发科捌到1300块，嘛是挡无偌久，鸿海相对的表现嘛无好。台股早盘元气较虚弱，有将近1600间是落价，有1300间是败超过5%，所死的有551间，敢若200间有小可起价。以类股来看，包括金融无100会。食品工业甲水泥工业有起价。昨天这样子的状况，它是一个在当下最恐慌的情况。就说昨天最大的问题点就在于说流动性不足，对，等于是说有一群人，他可能说想要去停损股票，或是说想要去做一些调节，但是因为没有成交量，对，所以没办法去做调节。那今天可以很明显发现到，至少成交量是出来了。虽然拢讲继续较低时会当买，也过投资人有缘伫观察，就惊讲无上低，也过较低，嘛，互这个成交量无法度放大，卖压一直无法度消透，什么时会回升，无人知影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